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的人交朋友真慷慨，有的人就真当算，一个钱拍24个角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作凯、慷慨凯、读可爱凯第三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这个凯有悲哀、吐气的意思，咱讲是慨然、感慨，也就是咧感叹的形。生气发出反对的意见，咱讲是愤慨。另外，佫有真大方，咱讲是真慷慨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愤慨，意思是讲听到消息无欢喜、生气、发出反对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气慨，会当讲是气派，嘛会当形容人有气慨，用来形容一个态度，像讲大气慨、少年气慨。另外，嘛会当用来形容山真悬的形，像讲观音山的气慨真大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真有英雄气概，便若是看到需要倒骹手的代志，伊就会出手相助；若是讲看到欺负人的情形，伊嘛会看袂做，真愤慨出面援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凯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